老爸，大年尝尝冯玉记的新品色彩东升肉丝面。冬天的时令菜，尝尝。那个200块1份。冯玉记的蛮好，现在开始放平来着了，饭菜多啊。你听得出个？哎。哎呀，那看见是个哈子。你看看呢，那个是啥么子？现在是工作日的中浪，店里向上肉类还有保证。搿汤鲜的。肉丝也吃得热。嫩的呀，吃起来东升上了花。我看有不少粉丝讲熬不那胃口蛮好的。还吃了胃口还呀。那个汤是鲜呀。那个色彩东升海绿绿，特别开胃。肉丝鱼里拌果是嫩得不得了。那个色彩东升的阶段样是地地道道的上海菜，不过现在苏州人菜单蛮好吃。基本上吃饭菜。我不好也吃得落了。吃多了讲，好么我顶欢喜做啊。所以呢，80几岁了，唱平台中气会这样做。胃口我气里面唱得出。哦，我黄你可红得来。哦，你看。哦，再好豆干80包2张。现在是我懂吃菜。前提是辅导师我懂吃的。你讲个你年纪大的，不嫌花。不是吃得落么随意吃完。对个，吃得落就也吃完。你又不是48岁，你84岁了，哪开心哪来？弟弟，宝宝看看你，来太太叫啥名字？一个泡沫也灵的，尤其是没吃孩子了，吃菜一个泡沫是嘴里整个清爽的。哦哟，松糕。我们你也摆得动家。哦，我要摆普通话菜。你为同人讲你摆普通菜。我摆吧。